遐水产先下河，爱把海棠都半年的时间做来了。遐水产是台湾人可能算遐推袂天通面啦，有机会当然无区别转。小时候就喜欢去了解这种东西的，真的在做是92年开始做。第几台哦？第几台不容易算的啦。首先，应该就鱼秀中的味道的煮哈，咱从钓鱼的煮的原貌来淡了做了物件。那种是都出现分泌了东西的些有非常多的你们甲大学，我全部用这种字做个地步。台湾东岛山内，以内都有爱山内。伫工作水土嘅农业社会，老主讲开东岛水田，虽然唔辣嘅蔬菜，就作真呢，含按水茶来饲水饮田。水茶做得饲水，又做得用水来做通力，塑结有利片，迄都是年劳通自费嘅结晶。水茶分做番茶同竹工水茶两种，夹通力除了有水力在外，还有人力、醋力、风力等几啊种。农政全书方下讲，番茶今年人喊做凉骨茶。番茶清早是东汉必然发明的，历历下为2000年呢。係路頭牌當有代表性嘅農業用機器。台灣到1980年以前，還普遍啲嘅用水茶。桃園新木嘅水稻沙期，年菜未單單就用水茶來飲田，冇就做谷類加工。背面有田嘅水茶就安尼看唔到咧。3年前，有人送一撮超過60年嘅涼骨水茶，本水稻沙期。沙期理事長李錦用20世紀跳廠人開木工廠嘅經驗，決定愛同佢爭好來。搬出去啊！搬出去我不去。啊，你看呢，你啊研究啊吼，冇用啊吼，你啊垃圾捡到先清墙来吼。啊，你啊睇落水车呢吼，你啊全部用硬树的吼，硬樹就走落去，唔會過煩啊，唔會講浸冇水，哦，佢會煩，後擺會裝個些解卡離卡。今日講起來啊，唔係講將佢哋啊按調轉移就好，因為各隻細節啊，全部要結空橋才對白吼。坦白講，我哋會看得破啊吼，因為我哋要啲木箱嘅帶吼。佢哋只5倍空喺住天下射，低倍嘅空喺住天下太。佢一掉落去，針打落去啊，因為佢倆東岸會安跌。你大片係空喺講是冇法度。涼骨水茶係由重重嘅木槽、木鏈、茶芯同葉尾雕出來嘅。木槽杜方有主要嘅藍鉗，咩係水流經過嘅蔬菜。當到鏈片串出起來就係木鏈，茶芯係樹粒同傳送通力嘅主體，葉尾是用來帶水，四大部分雕出一撮水茶。鏈條同齒輪係ክን台工業文明嘅象徵。是講老祖公喺2000年前就展現出呢個發明。佢兩看，佢挑選做了種個筍的時間有啊，因為佢倆係熱的東西，
你咧做咱的时间呢，转弯的些啊，是唔会卡到去底下的，啊，你丢的些就吼叫带通，改偏赖了偏爽红的。木链係落到平太地嘅表嘅，再個用繩頭同佢牽起來，形成發痛嘅關節，看起來就像人嘅背囊骨樣嘅。背囊骨又含做龍骨，故所將會按到龍骨水茶。啊，你掠就别在挑背的附近吼，就用啊你掠，因为佢只插落去的时节啦，佢做咩插线，以前就本佢，因为佢按赖的，水按丢的些上来些哟，佢做得水啊加减比最会点嘛，按你水叉时唔会讲哦一下水撞呢，啊你脚丢的些会下轻松吼。兩個水茶會接受通力同出力，都喺頭前嘅茶心腔。茶心腔有種木刺，會帶通鏈條，兩片又按怪木，愛見能記。咱你掠来做的係掠水叉掠淺淡的吼，掠吊腳的位數吼，吊腳的位數因為佢掠擺做呢吼，是搭尾串吼，兩隻吊腳的呢吼，我俾掠做串水。假使唔係講電下會那差吼，我你掠兩片的空的就話吼，將會對得多啦。理事長，你現在要去哪裡？好的，你們呢？將掠頭先我你掠落口的就話吼，拿去擺湯煙吼。來炒吼，因為掠木工係炒倉，掠木掠嘢熟悉吼，所以掠係擺湯煙，炒掠凍黃掠啲，好放淡嘅吼。我一個機器攏袂使啦，遐久無用啊，攏呢個呢。啊来，掠掉掠吼，拄安尼吼，啊来，掠边。好安尼在，安尼哦，剛好。農政全書行有記錄講，愛做兩個茶有動到動要緊嘅蔬菜，聽說愛請木匠師傅來做，愛做上下改。水風工器當中有機器功能，又夾又好用，就也一點讚。看得出兩個水茶就專門嘅木匠製作出來。你咁用裝嘅件擺過後，前面決定哪一平方採用看啊？奶啊吼，拍開意思講，因為佢水冇拉切嘛，普通嗰啲水菜按到好吧，冇是水膠，喺佢本身嘅水又下切吼，喺啲咁樣按嚟先呢，就做咗天度，因為天度嘅水冇拉切，冇拉切咪是啲呢啲錯冇全部嘅有水嘅味素啊，喺啲打冇水啊打唔上。呢天係俾全部水，佢讓有水又帶通上來。哦，咁多。呢啲白冷煙係水產嘅，呢啲準備上火嚟嚇。嗰啲起水起好嘅時，按同樣細來尾去換裝或者水洗做得。我哋啲水叉按好咧嗬，首先我要試嗬，試掉下，非常係順利嗬，啲出水也非常係大，冇機會水嗬。就咧講
发体二双一啦，吼，因为遐阮讲我将披萨咧填做，遐唔係日版的，嗰種嘅工啊吼，看你做乜計吼，會按迄個角度吼，聽我媽做嘅先啊，你唔對，所以啊，有要去做就按呢啦，我想佢先做啊，因為唔佔別顯落啦吼，這個全部用啲係容易到嘅地步，佢會按呢，會按樣就袂時間咗吼，因為啲水啊會加減會做迄點是唔安呢，哦，全部要爭。農政全書風寫講，人本地家嘅風同怪木能比天同，安尼半夜尾就天天跌天同，啲木材風勁啲，就會同時帶上較高嘅蔬菜，怪木越多就越生啲。人菜啲台灣前山嘅蔬菜，當到天秋都會讓龍骨茶長有水好飲甜。見到儲存，我就一天時節，讓龍骨茶卡拉卡拉嘅聲，窩窩卡卡嘅聲，葱口味嘅聲，芽葱、雞芽葱，喺田種下一奶就看得到嘅景象。一撮龍骨水茶嘅主人王維珍，喺整理簿下家下，發現到一撮 Q 嘅水茶，佢對做生意嘅家下，讓水茶嘅情形，還係記得清清楚楚。阿爸，你现在看的水册的图跟你小时候长得一样吗？有，中央唔过你发个图纸讲都有下切的，哦，佢做嘅水茶是冇按切，但是中央研究按掉，有水茶研究按掉。水茶我主攻来是需要是油嘅，经过两我提出有100年，头摆田系冇水。是用人工用吊水茶，用田按工作嘅，14歲噶，我就會吊，我特別水茶。你都跟誰一起採？還有阿爸阿叔啊，我頭擺老家集中10多年啦。我想我哋水茶頭擺用過按乾枯嘅嘢，按看甘甜嘅綠色嘅嘢。龍骨水茶做得配合體型，隔件呢就可以以後唔同，增加咗2元、3元，甚至到7元，將水送上幾十公尺高嘅蔬菜。一種水茶出喺大水來飲甜，你要用啲純嚟嘅通啲烘。特別係捲絲烘嘅冰筍，呢種捲用茶筍，都係人脈民廚，爭天天嘅模特。唔過民間嘅水茶輪筍，一直到20世紀初，還係本本用啲行船嘅通啲烘。上海嘅長江水域就行使呢種用腳攏嘅筍嚟，做得講係老古時代發明嘅一種精密機器。龍骨水茶唔但將送水量大，還個愛擦、愛雕、愛帶電酒都當簡單。運用風當利片，出得用腳能嘅，還有樹轉龍骨茶、水轉龍骨茶、牛轉龍骨茶、鳳梨龍骨茶等統一形式，做得利用嘅變化眾多。新竹金山區嘅鄉鎮，曼多利亞區200年將天天嘅有水利建設。南埔村點園都有愛山嘅，800年前將築好南埔村，啲半山派嘅風傳那個，安尼南埔村做得講係黃金水鄉。唔過因為體質嘅關係，當會河內老實。接愛去清，愛去髒。黃金師傅哦，你土愛行呢，土愛走呢？呀，你兩沙哦，
要做头摆个水边，这个水片个嗰種係。見嚟見咯，而家叫日記好行我夫人哈。這而家好吃了，好。有啲咩殺箭嘅弓呢？即係聽聞講係弓箭嚟啊。那時候用兩種道具嘅，有啲長咯。而家會回收那個。是用啲個做一個水片，水片是你家選啦吼。總檢塔今年已經86歲，係總嘅都少數對規條水準下了解嘅老者，佢對傳統嘅泥水工動有心得。你古時來人摸嘛東西是用呢種嘅水片咧做嘅工廠啊，要把人打水準咗啊。你摸嘛儀器嘛，有咩用啲嚟選你家㗎？從啲水片啲做啲空口，也是漲啊。我哋要對奶人去，對奶人落，我幾多土，對啲要晾下去咁樣，晾幾多土咁樣。江明里年菜係春愛莊石頭路，也按當年將進家鄉治理屋卡嘅田山事業，因正做田旱水唔足，就去同總檢塔學樣嘅作準呢。韓國愛用嘅前樽呢，基本嘢搞到愛去南浦樽，前一個濃度食到嘅蔬菜。你要擺白公，先少擺排啊！白公白婆嘅咩啊？你天水做，保護啊平安順利，今次白公白婆。南浦鎮嘅主線同叉線大概有9公里，係新竹南片重要嘅農業生命線。幾條鎮呢有農嘅蔬菜就有3公里。921大鐵桶開水準快鐵，實質都冇水。這樣是前來2003人來爭幾條水準，總檢塔係參加爭準嘅經驗，少數限財嘅。如果冇。總檢塔本身係泥水師傅，請醫師簡單嘅教課頭，就做得對水準做必要嘅測量。而家工資哦，嗱啦，了條水片，水片嘅吹了線啦，唔掂啊。這水片了是2片，也要吹去了國土了哦，就了條線咗落去，幾多土。濕土啊、土土呢啲東西，個線都見長，但係直打落去咁個長，冇咧應該打唔長。有本錢冇啦係嘛？要，講緊點呢？这会不会掉下来？这个你看，这东西会掉下来。像这障碍物啊，我们讲的东西也挺有成本，它没地难变好了。里面有沼气，有沼气的，你这样看过去啊，像一个雾有没有蒙蒙的，那个是危险性的。你不要碰到它，碰到它你就没有命了。有啲咪跟拖啦，睇埋咁先哦。在中午时啊。哦。那里面你要空下来就中午时。好，他这个你念我哈，大叔。哦。大叔好嘞，大叔好嘞。哦。南浦鎮嘅水準面向沒有田橋，人菜愛挑水飲田，單單就意思水茶，
多見和保順定一撮落水茶。竟然90人世嘅陳歡上，後生家下親手做嚟兩撮水茶，對水茶有濃深嘅感情。不過水茶都係木做嘅，當會壞掉，當然都愛髒愛保養，其實在乃唔好。我是今年也冇事，去年呢有事。今年呢是在天寒冇水做，水廠全街都冇水啊，影響全部問水道水吸收去啊。冇水是在今年是冇事啊，水廠冇做呢，就是禮拜樣收獎啊。我帮人几点洗好，洗去这俩水厂有班长人记得啊。几点那用记得？你反正教我朋友吧。人家教嘛啊？啊，教下來啊，教人要教後生人用班長水茶啊。呢度本總督嘅聲音呢，嚟認識水茶嘅功能同作用，地方風景人就推動水茶學習治理。那我们今天要锯的竹子呢，就是这一棵。但是你看竹子有多高？超高。那请问有谁看过水车？我。那水车弄水的是用什么做的？竹筒。为什么水车会动呢？因为那个水的动力，然后它流进竹筒里面，它就会转了。没有错，它从上游往下游的时候，它有个动量，它里面会有一个隔板，推隔板以后它才动。哦，因为我们水比较低，我的田比较高，水流不上去，它就用水车从低的地方把水拿到上面去灌溉，种稻米。好来，好来。爆竹，因为它没有很高啊。只有拉的时候用力，推过来的时候不用用力，往你那边拉的时候用力往下压，这样就过来的时候不用。回去再拿电锯把它锯一锯。我滴。你们知道国公几岁了吗？哇，93岁。所以你想想看，他年纪这么大了，还来照顾他，以后你们长大也要帮忙哦。这个是我们南埔村的资产。好，以后偶尔就来看一看。好，可以，好，可以，好。竹筒短哦。啲南埔鎮鄉嘅一種水茶，或多竹工水茶，主要按啲水太麻麻嘅河壩樽腳，也係樽腳較狹、水較急嘅所在，用太麻罐嘅水流來打入嘅。木質嘅太啲呢就會停通，呢啲鄉嘅竹工會去裝水，但啲呢跌到蛋糕架下，竹工杜鄉嘅水就會到啲黑果嘅水庫杜鄉。安尼客家講嘅田橋就會有水可飲。田定工業時代到來，竹工水茶要做得拿來發展。迄個解放做水茶當厲害，你心哦，就應該上村啊多用嘅方法，同你心冇講啊，轉些是玩騙，冇是話土人先就玩害啊，所以我當回顧我把你空就玩做嘅，就玩講，咩用機器做嘅喲，完全用手工嘅模嘅，都應該話上村我把用玩模嘅。
爱讲的就义，全部爱把就义，冇上来，唔係愛把冇全部嘅係愛改下唔上好，所以冇穿到道理行啊嘛後悔咧啊，睇佢路面家係東西冇穿下來，當我哋一集吞起嘢。江明美家屋下嘅水車發電站係加工汽車嘅，利用屋下安地南浦鎮巷嘅水車來帶通發電機發電，安尼屋下就有電可點天火。一直到大家普遍都有電好用嘅，家屋下就冇用水車來發電。幾年前，家把國光舞憑印象又做出一座水車，有一個本大家看到這樣是加工汽車嘅小發電廠。郭大哥，你现在在做什么？上油，跟連條哈，今年是上白油，準備不好好啊，好冇上，準備轉移了要不要順啊？以前就是這樣子嗎？喺白老里下，其實差冇乜嘅，我把冇吹嚟喎，我接手，變成我當日ở đây là上油啊，一拍天來填落去冇動態啦，是講。睇埋個生態池吼，要3支路燈暗布條，為要如火河倉吼，你唔係行出來看，唔係丟暗布丟山，好安全啊！各國嘅水車發電，啲電力係唔普遍嘅年代，實係南浦鎮巷嘅傳奇。跳廠員啲愛種大兵，下後將專家向嘅江明美，有心想愛同做生意嘅時節，安保嘅記憶，上述下意。是講近嘅南浦鎮，基建同人才冇共用嘅。唉，食材啊，按當年按舊嘅水廠啲轉過，水要按細，用個山啊。水廠人人冇轉嘅，除了落太水機會要轉以外，其他時間唔識轉。呢又蠻好啊，你唔會轉，跟路邊人唔會錯啊。水廠唔會轉咯，阿爸做水廠會擺喺度。每日係有問題啊，純粹唔拿柴啊，要查啦，水車要轉，水車要買問題，啱就做咗去維修，完全唔會天通啊，唔會轉啊，要買問題啱啱啲難人講。我睇佢做死嗰些，天樣冇乜嘅變啊，唯一要變嘅是純粹變這樣寫起嘢。睇佢純粹狀態啊，要還能好拿，他跟我做，你下哦，還能寫什麼啊？他跟我冇起咧。前這兩係台灣原生種的東西，還是回到那句話，台準水水唔拿，所以台這個生態池冇水就上邊上草誒，所以我曬到咧洗水回來，物種啊可以保存啊，冇懂嘅咧靠啲冇乜嘢啊。我是覺得啦，水當重要啦，人也離不開水啦。我嘛希望講。純粹要睇到啦，電廠啦，水車不要轉，因為我看風景看哦，希望人穿下攞嘅水車係咁樣在發電。2010年做田旱，是知道河壩河沼水量，江明美留心百度，去順圳路、長隆，不過水無顯明變態，冇辦法順勢發電，開機都冇格殺，未出到東失望。做工水車，除咗打水來飲田，還個發電以外，還是發揮眾多功能。像同做嘅烤麵、烤動物嘅皮，同平質茶來同等加工用途。新屋期、浦東沙期，第20世紀初期，因正桃園太準開通嘅。水匆匆嘅流電來，蔡天然就設立水袋，袋講嘅係裝口同裝嘴，水袋就係用水來做動力嘅裝米嘅假貨頭。
这边清干净啊，清干净之后呢，这个凉菜这边要搭一件好料。该那些那个肉土啊都有洗衣机啊，应该会擦。早上普当沙區有2個水袋房，分上水袋同下水袋，專門同人裝米野豆。野搭嘅係原來上水袋嘅蔬菜，菜天人夾天啲咧，做出一座像原菜嘅水袋工房。外边咧係基礎哈，基礎大概40公分嘅深土哈，啊咧翻差唔多該10尺，哈，咧差唔多10尺安，咧位條該位差唔多18尺，差唔多6尺樹條。這個水袋係應該是把紅人煙做嘅哈。了位一時來之後，咱了位搭個塗料畚箕袋哈，按了位米咁會適配，大米的功能機咁會真正的呈現咱不能離岸係。呢度每比數度風吹一隻，有2厘米多，2厘圈則個搭一件料嘅。韓國同水茶正好，愛同列車充滿路頭牌開發意義嘅市集整理好勢，拿來做傳統村里農業文化教育嘅基地。而家貴州灣因為咧就很長哈，所以起咧係長土安伊，咧長土是臘長哈，所以咧到咧按切迄節按6張木哈去裝水，個水量唔會流去。你係個土是會提起按水中嘅大按上去之後，因為那平平去水下流去咧，那種平平裝水裝唔到，按6點斜斜吼，去按水就會滾落去。进水的状况如何？不够行，水漏光了，刚刚在一半就漏光了。這次嘅幾下擺要調整做工嘅角度，總算成功通水，但係當過嘅水槽地度。這樣水季種那沒哈。早上，台灣嘅田中小鎮，亦都有設置水袋，分裝嘅環境人來用。水袋除咗裝米，亦做得裝扮嘅係潮屬過後同工人過節嘅好附屬，就像一個小型嘅加工廠。水袋裝米係先同穀種做糙米，再個同糙米種做香米。係富人家做農事嘅一個小蔬菜。水袋是皮蛋老主工，經過嘅幾廿千年研究，千多人對水袋都一定反應。
新竹竹北地區因為頭前係嘅水利，故所增構系統八塔，咪實係新竹嘅谷倉。啲水太麻麻嘅地區，竹工水車行做地用水來做通力，來帶通太台嘅精米機同谷製作香米。一種加工廠就按到水龍間，就按呢竹工水車建設用到20世紀末。60年前，昌雄尾嘅阿公同一間做皮嘅工廠買下來，下後同佢改做水龍間，交俾昌雄尾嘅阿爸管理。認真管理來以後，一直到1990年代，正當公用嘅同佢收起來。疫情前喺新巴大學有一隻城鄉學系嘅工作人員做咗很多啦。問佢講，佢盡力去比活化好冇？該用心佢講，要活化也可以，也不錯。哦，那是搭面機啊。我仲用錢嚟改人嘅，該水車底下用沙，面當錢喺度底下喊嚟沙。所以병水병了，有電頭球這樣會行。水龍間嘅機器愛比運轉前，昌雄尾仲愛去水頭斷水，安尼好把水才會變態。再個轉到水龍間，電水睇到標準高度，佢就會同波輪池導向嘅水孔塞起來。沙頂同波輪池導向嘅水門打開來，同凍水板拿開，再個同另外一個凍水板並入愛同水透到轉去準橋嘅水門度，安尼就做得同準橋風嘅水透到波輪池空氣來帶通路嘅運轉。佢擺應該成日嚟，即係個水車係個樹啊，一般啲讓我哋看到係個睇水車，應該48年左右養運到呢係波輪式嘅水車。目前嚟講，差唔多1、2禮拜水漲啲坑一下，因為冇俾坑嘅，即係下會沙會傾到啊，油咧會卡到啊，所以啲坑沙啲走啊。昌雄尾係後生家下，你會去水龍間聽書，同了解水龍間嘅操作。佢希望讓繼續運轉，見證老祖公啲傳統，水利通年利用好嘅智慧。水車係因為台灣人可能信也推袂天通電啦，有機會當然保持比轉，往比行往轉現。原理係水병落過輪椅，就是帶通一邊係機器，條團係個發石鼓嗰度。佢擺專門用嘅奶鍋湯洗鍋，所以要石鼓要炸子。拍迄樣經過咧，愛講本地嘅了到機器，經過咧機器咧又送過該本嘅好愛咯快，愛好愛就上條白行，冇愛好愛，根本到咗咧就好經過，根本經過佢就好愛好愛之後就到該條白，如果本好愛糯米咯，要油嘅糯米油嘅就一般本公賣出去糯米酒。正常嘅速度1日差唔多100包到120包，速度當差當多啦，大量生產收利嘅，冇辦法。每30年冇運轉嘅水龍間，禮拜次運轉，因為水唔拉太，冇達到人才嘅標準。靠水利來運轉嘅機器，認真氣候等自然條件來影響到生命，讓大家改動都同深刻嘅感受到，好好利用大自然力量嘅課題。
宜兰三线伫前山嘅所在，体型高大变化大，青岛所在就有用水茶，一旦就有水茶之乡嘅好名声。早上单单用地灌溉，日本树嘅种起过后，土种苗嘅移民去到三线采种菊糯，认真菊糯田水唔得，糯丁就用竹工水茶来治水，确保糯料又可蒸熟菊糯。以前水利灌溉还没有那么顺畅的话，就是用水车把水送到比较高的地方。因为地形的关系，没有用水车能够耕作的面积就会变小了。刘长班自细谒伫宜兰三线，10多年来认真有兴头，作为一道水茶，当了解采地嘅水茶利用。这个地方叫做鸟鸟坑哦，早期都是樟脑木的原生林。听以前老一辈的在说啦，这个山谷里面哦，耆老的工作脑疗哦，大概有10-20间了。每一个脑疗都有他们自己在用的水车啦，所以说很密集。这个所在哦，这个其他水甲较早拖到前啊哦，这到地下有足广泛。以前装在这边的水车，因为考虑到地形的因素哦，大家都采用直立型的水车来取水。因为它的造型哦，跟一般我们自然田野里面看的水车比较不一样。今天呢，我们用这个地形哦，下去量一下哦，我们可以做到高度120公分，长度也120公分来做一个水车。刘长湾寒暑假下，看到太阳伫下降落，其上手现有嘅好把水同体型，来打造出一撮含基啲加诺斯度嘅水茶。爱问大家有咋个看到年菜係用嚟治水嘅？我画这个图呢，是跟水车的要做的同比例啊。主要结构都画起来的时候，我们方便来算绳索链条它的长度，把这个尺寸算出来，我们就可以准备绳索，还有一些器材。看起来像然一简单嘅水茶，实际上去做，讲要懂复杂。刘长湾伫家种茶厂底度，用现有嘅假火条当全新嘅皮嘅垃塑料。建造建设定安装，这个水车做起来10来天呢，主结构是没有太大困难啦。这个链条哦，还有提水桶哦，它的距离、它的体积长短哦，都要经过测试。提水桶我是算地面不会去刮到地上为止啦，我会把水顺利提上来。我们就把提水桶的长度配合储水槽，就距离就配好就好，配好它就可以顺利运转了。刘长湾总算同一撮竹工水茶做好诶，伫工厂底度初步测试过后，基本日就可以去到农疗行实际安装治水。农疗行一条细准桥的水量比年菜少加同多。刘长湾来到了，先同准桥带一下沉啊，安尼水茶就塞得到含较沉嘅水。
沙甸这个校正同测试足弓水差，确定汽水足弓做得正常汽水倒水。每一个成品都会很大的功夫，好像自己的小孩子一样，非常珍惜。靠我们自己的能力、自己的功法，把原来古代有人在用的东西，我们再把它营造出来。要这个看到老辽行玉脑嘅建商，上店100年前，掹幾到客家老店來到呀，啲下下嘅準教順，無言無呀，琵琶曲曲，辛辛苦苦匠腦，演動動嘅腦作，行過薄薄罐嘅流水聲，劉長灣就像真到佢行世世界樣嘅。廿多年來，全球暖化同極端氣候嘅威脅，見來見離去，生靈感嘆嘅議題，未見數到議論同重視。這個多陣來，看一到用水力來帶動運轉嘅機器設施，佢嘅價值同原理並唔會過時。某天，大家愛行較出去啦，來面對年輕人嘅自卑，同大自然嘅資源拿來好好利用。好本記下到要這個發光發熱。